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出嚟啊！我哋今日帶觀眾朋友嚟一個新嘅地方，帶大家睇啲唔同嘅靚盤。這裡是屬於大亞灣嘅地塊，係啦，梵高的海。碧桂園嘅樓盤嚟嘅都係。碧桂園嘅樓盤咧，佢嘅園林嗰啲綠化就唔使講噶啦，真係綠樹成蔭嚇。所以好多啲家長咧都中意帶小朋友嚟到花園度坐喺度，享受佢哋嘅歡樂時光。爬在那上面啦，而且感覺得到我們在這裡很涼爽哈。係啊，真係曬住咁樣嘅太陽，吹住咁樣嘅微風，即係啲人都昏昏欲睡嘅感覺嘅。可以就是感覺得到這個空氣很清新。空氣冇得頂啊！喺海邊呢邊，佢非常之宜居，空氣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大亞灣碧桂園嘅樓盤，同我哋銀灘係好近嘅，叫做一線之隔啦。咁呢個盤真係非常之有性價比，所以我哋不辭勞苦咁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呢個靚盤嘅。主賣點是雙衛南北通。冇錯啦，雙衛南北通。咁我哋即刻上去睇睇點樣嘅。Looking for you, I see her looking for you. 万物复苏，花儿为你盛开，心透明为你留白，乌云不会是阻碍，我要把你找回來。出嚟，我哋依家一出嚟咧就喺電梯呢個位置噶啦。呢個景觀你覺得點樣？阿德，你沒有看到對面無限的山景，一點遮擋都沒有，而且今天陽光正好。呢個山景係有來頭噶，喺惠州嚟講呢個叫做麒麟山脈啊，亦都係惠州同埋大亞灣咧一齊合力打造一個5A 級嘅風景區咧，亦都掃咗入去嘅呢啲山頭就喺入邊嘅。即係後續大家想去行公園啊、行山啊，就行呢度 OK 噶啦，完全係冇問題嘅。而且麒麟是一個很好的意頭啊。好啦，嗱，依家入嚟咧，入到你呢一戶嘅、你呢一伙嘅獨有嘅入門花園啦，雖然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呢夠用。對，而且還是南北通哦。哇，南北通透、南北對流呢種戶型咧，真係一個明星戶型嚟嘅。基本上好多想買房嘅人咧，都係想揾呢啲戶型嚟買嘅。咁呢度有個主陽台啦，呢邊係飯廳啦，大家動靜係區分開嘅。而且它這個空氣還可以對流。係啦，呢個係最大嘅優勢。嗱，哇，仲可以睇到少少海嘅，呢個景觀真係完全 OK 嘅。仲有呢個視野景觀都好發落。係啊，係咪？又可以睇到小區嘅花園嘅景觀啦，亦都可以望遠睇到個遠海嘅景觀嘅。而且它還做好了封窗。其實呢個樓層嘅話，即係呢個中高樓層啊。封唔封窗真係可以後續就唔要都得嘅。洗衣機而家有噶啦，晾衫嘅。我見佢都有啲甩色噶啦，應該擺咗幾耐嘅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業主就全部都係自住嘅。就係呢個梳化大咗啲。哇！咁你攤喺度肯定要咁大嘅梳化啦。我可以睇唔到海，我睇山景，瞓住喺度睇個山景好舒服噶。就呢個位置啦。呢邊一樣係同我哋頭先喺電梯嗰度睇到出嚟睇到個景觀一樣嘅。可以睇到村民嘅主屋啊，有少少靠近馬路咯，但呢度咧唔算咩主幹道，車唔多嘅，所以佢嘅噪音唔會好大啊。但是它的玻璃做的隔音都很好，你看我們現在在裡面聽不到聲音。的確係。咁啊睇翻佢廚房位啦，up 型造型啦，哇！呢個可以擺個大啲嘅冰箱係完全夠位嘅，完全冇問題。咁業主可能就覺得呢個細細地夠用就完全冇問題啦。呢個係通燃氣㗎嚇。明廚明窗哈。家私是一色原木色的，比較耐用的那種顏色。我覺得佢啲家私有啲老舊啊。對，可能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不喜歡這個顏色。你聽唔聽明咩叫老舊啊？乾濕分離嘅工位啊。它這個戶型真的是89平可以做得到雙衛，真的是非常之 OK 嘅，係啊。咁講咗三房啦，先睇佢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嘅開間咧係足夠大嘅。是不是別人教你的擒賊先擒王，看房先看主人房？冇錯啦，有個行家係咁教我嘅，擒賊先擒王，先睇主人房啊嘛，足夠大。哇，主人房嘅景觀其實比陽台仲要好啊，佢睇出去咧係就除咗嗰棟擋咗下咧，睇到海景，非常之好。下邊嘅綠化都好養眼嘅。仲有嗰度對住嗰度係泳池嚟嘅，佢夏天係會開放嘅。幾好咯！呢個床都好大，應該有2米。如果係我嘅話，我係業主嘅話，我一定會坐喺度，到夏天嗰時欣賞下邊嗰啲
可能有比基尼嗰啲美女喺度游水啊，啊，主人房個洗手間，哇！呢、個洗手間真係開間足夠闊落啊。OK， 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啊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咧？春麗佢呢間屋咧，即係呢個單位入邊咧，佢每間房啊都有一個好有特點嘅飄窗係都係有個飄窗，都係送㗎嘛。係啊，每間房都係有飄窗啊，非常之好。睇下第二間，啊呢間都係客房咯。呢間客房，佢客房同主人呢個房咧都係南向嘅嚇。都係有衣櫃啦。呢個可以買一個墊放在上面。呢個就真係可以隨意自己佈置啦，非常之好。這個床都不小的喎，1.5米的嘛。呢個房間咧雖然話係朝北下，但佢採光係非常之好嘅，一啲都唔暗嘅。呢個景觀望出去都係睇翻呢一片山景。因為它一面牆都是採光窗。係。咁好啦，呢個單位我哋而家同大家介紹呢度先，我哋叫攝影師做個推鏡，同大家仔細咁去分享下呢個單位入邊嘅內容情況。陣間見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啱啱攝影師咧將呢個單位入邊嘅內容咧，用個好仔細嘅推鏡俾大家睇清楚晒㗎啦。我看了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？就有一些比較髒的，都係一啲居住嘅痕跡啦，好正常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屬於大亞灣呢一邊梵高的海，佢都係碧桂園嘅。呢個單位係98個平方，3房2衛，而且南北通。係啦，呢個係佢最大嘅賣點，南北通透，非常之好，採光非常之 OK。而且現在賣的最便宜的這一套58萬。係啦，98個平方3房2衛58萬，而且帶現有嘅家私家電，你搞個衛生就可以拎包入住嘅。門口就是我們可以坐車到蓮塘啦、羅湖的樓巴站，係啦，而且是最旺的商業街，也就在我們的樓下。亦都係呢個小區嘅南門嗰一邊。咁頭先出嚟都有講啦，其實呢度仲有一個好大嘅賣點嘅，就係坐車翻嚟啊，同埋坐車出去啊，都非常之方便。喺關口一過嚟坐樓巴，第一站就喺梵高的海北門呢一邊落車，行2步即刻到屋企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咁有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觀眾朋友，可以盡快聯繫我哋，掃我哋嘅二維碼，加我哋嘅微信或者 WhatsApp，甚至可以直接電話聯繫我哋都係冇問題嘅。咁今日呢個單位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